先啊，继续来看这位日本籍的艺人，名叫做大久保永泰。伊细厝咧住的所在，伫半暝3点突然间导火烧起来，消防员弄破门，发现伊倒伫房间的涂骹已经无生命现象，赶紧甲送病院来抢救，加载救有转来，即摆人伫加护病房。啊，甲伊做伙住的室友听到消息，赶紧赶转去。伊讲。 大久保永泰平常时啊，拢会啉酒啉甲困去，讲真有可能就是啉酒醉，才袂赴来逃生。啊，讲到这位大久保永泰是超级爱台湾的日本人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伊讲伊甚至怀疑家己顶世人就是台湾人。 半暝3点多，行内报完水线，真侪消防人员到现场救灾，而且赶紧将大久保永泰为火场内底救出来，刚上冷桥，马上进行 CPR 急救，因为伊人已经无气。所以个伊方杀去了救护车送病院抢救，伊的室友挂当来厝看到这个情形，嘛唔敢相信。冷气整个烧烂，他有喝酒的习惯，喝酒的地方跟烧起来的地方好像跟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平常这个时候他都在喝酒吗？就是喝到。 睡着了。消防人员入到厝内，发现导火所在伫灶骹，而且大久保永泰当时伊人就伫伊的房间内底，倒伫面床顶，已经无喘气。下面大做伙室友讲，导火时阵伊走去唱歌，毋过大久保永泰有啉酒的习惯，怀疑讲伊是毋是人啉烧酒醉，才会毋知影火烧厝，无及时逃生。我是一个超级喜欢台湾的日本人。大久保永泰的 YouTube 顶管有袂少小解台湾的影片，伊真爱伫台湾世界食好料，而且3天前伊才伫便车顶管铺文章，表示讲伊真爱台湾，甲伊骑脚踏车软行啊，看到汉字嘛感觉真趣味。更加记得伊11岁时第一摆来台湾，就互伊感觉真温暖，甚至怀疑家己顶世人是毋是台湾人。 严格其实，大久保永泰是日本的现代人，是311地震的受灾户。一九中3年时，去红山入去日本棒球的国家队，严格高中骨折来受伤。5年前来台湾读书，就爱着台湾，时常就节目。想要到如今，伊所发生着火灾意外，目前伊人还搁伫加护病房插管急救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